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乜嘅喏？其實大家都懂考食呀客家料理，吼，想到呀西碗西炒，後來水就會流出來。哎呦，真係當香當好食。唔過吼，有想過呀客家嘅傳統料理，變做用實在嘅方式來生活。其實也係有見來見到你因為各種原因，唔管係宗教啊，也係講身體空間啊，也係講環保嘅問題，大家會來實在。唔過想到實在就會知道，可能很單調吼，搶做的是搶菜啊，冇什麼嘅肉啊，冇乜嘅米絲嘅感覺。唔過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幫大家來顛覆一下這個想法無，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邀請到位來賓來分享日式客家素食料理嘅調家嘅師傅分享，廖金芬師傅分享。大家好，我大姓周，我廖金芬，今日當歡喜來到了。好，分享呀廖太哥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客家嘅料理面做得來實在嘅，很特別。因為其實我有了解一下這個廖大哥你本身嘅背景，你老代咩係做呀這個總鋪嘅，做這個總鋪師嘅，對不對？咩係做粉嘅，做有肉嘅呀條料理。啊，唔過下鄉有冇想到講，想要來轉做素食來做宅嘅喏？兩個人份係我從40歲加下去做身體健康檢查，報告的數字當做豐實，因為醫生的總結給我的建議，改變一些生活的作息，改變飲食習慣。是。然後那時候紅字很多，有點壓力。韓國剛40歲算是青壯年的階段，對不對？看到紅字會講。孩子還小，心裡有點壓力。那我遵循醫生的方法，改變了飲食習慣之後，大概10個月後，復檢的情況蠻好的。哇，10個月就有不錯的改善了。那時候有想法。一開始的想法從那邊開始，想要把這樣子飲食的訊息讓我的店裡的客人知道。那時候開始有了一點點這樣的想法。是，但是後來是完全轉變，冇做粉的哦，冇做肉的哦。你看像對着做呀這個總鋪師來講，基本上做的按到肉類啊，然後十全大餐，就是然後。各種做呀，這個潘州跟銀州的是到各種某種嘅菜，幾乎都是荤的，但是你要瞬間轉成素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什麼決心讓你真的要把店裡面完全改成素的？比較大的動能是一開始的，是因為身體的關係。那後來我在媒體上面接觸到一些訊息跟全球暖化有關，因為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佔了整個溫室效應的51%。然後剛好一般以上哎。是啊，跟我的行業剛好有關係。跟您因為店裡的餐點都是葷的，有用肉類，是，我想，是不是我把這樣子健康飲食的一個概念傳遞給來店用餐的客人？那同時也對全球暖化的情況會有幫助。對，那我心裡就想要做這件事，但是在初期的時候，沒有勇氣跟家裡人溝通。因為糖公夫卡嘅店嘅啲新婦係算已有名哦，可能按久以來呀新婦人大家就啲講，有一間老傳統，韓國呀做嘅東西都好食，唔過一下嘅想要了解轉變到仔嘅，所以嗰時難怪你冇乜嘅感同不卡人講。這個想法在心裡面有一段時間。是。那在當時這件事情在家裡面還是在店裡面是，被認定為一件好像是不必要的事情。因為家裡經營的不但好好呀，對，好好的，就是生意這麼好了，為什麼要轉變呢？有固定的客源，然後只要按部就班的經營下去，然後它就會很正常。然後我要改變的是金國先生的菜單。是哇，這麼招牌的菜單會改的，這是一場大革命吧？
建国先生来用餐，店里保留了建国先生喜欢的菜在菜单里面。那一部分是肉食，然后我把菜单换掉，就是对家里来说，就是对店来说，是我改变了一个对整个经营过去是一个你等于把一个里程碑废掉。对家人来说，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然后我改变这件事情呢，对家里人来说是，我心里就有预期他们会有抗拒这样子，所以在初期我停留了蛮长一段时间。但是后续听说也因为这样子，古伊布卡尼是有很大的争吵的，就是不赞成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是您后来还是一直坚持会做这件事情。后来也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我养了一条狗，它就在出院，我载它回家里路上，它就因为我的大意，它在车厢的后座滑到地板的时候，折到脖子而窒息。那在那个过程的几分钟，我接收到他传递给我他的讯息，就是在那个之前我还没有决心做这件事情，还没有动力这么做，没有办法知道说动物的生命是跟人有相同类似的情绪，然后在那几分钟。一开始那几分钟，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只是觉得我可能是睡眠不好啦，或者是工作压力，然后才会有好像类似知道又不晓得的讯息。那后来一直到我回到家，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那我要再把他送回兽医院的路上有10几分钟是来不及的。然后我一直对这件事情，就我不停地去检查这件事情，然后。那几个月吧，我意识到了，动物的生命，它在那几分钟给我的讯息，让我意识到了他们对感知、对情感的细腻度，可能比人类还来得细微。我现在一定而气感没有用没有，你知道我感觉是会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跟动物的感情其实是很亲密的，但是没想到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了很多不必即使奶爷还没有生用后，我们常常吃到很多是我们不需要吃到的太多的肉类，就是会觉得有一些其实是不必要让这些生命受损，但其实我们会吃到它。然后爱听唐太公爱用公就会吃到。其实你是看到你气感同动物的连接，所以你才想为有这个决心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这几件事，同时在那一段时间发生，就是当我的身体我重新找回健康，只是很简单，我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然后我看到全球暖化的情况，然后各地有一些极端的气候，然后我亲身经历了我很爱的那只狗离开过程的时候，它把它所有的感知。然后让我也感受到他的感知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我想要改变传递的这个讯息，让我的客人也理解有一种很健康的饮食的选择性的时候，我想要完成这件事。那时候我的心意就很坚定，不管我将来要经历什么事情，我就一路就这样子做了。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心。不过要因为亚件事情本廖太狗有按用给决心做按用给事情，要做这么大的转变。不管黑同不卡你做这个革命，要黑讲统计七嘎给技术，就是因为本来是学习荤食做荤食，但是撒哈拉二了做宰业，这其实对于一类死夫来讲，黑一类动态的挑战，你自己应该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困难吧？当回到很实际的工作面、生活面的时候，又要存钱，我就会要去做一些改变跟调整，然后我需要调整我的菜单，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这样子的经营方式，我需要跟我的客人沟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然后就开始了一条漫长的路，就这样走过来10来年了。唐公还去国外去学习哦。为了学习素食料理，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换菜单的时候，我不晓得该怎么烹饪。
在做荤食的时候，大部分的重点是在如何拿掉肉类上面的腥味，或者是说如何把刀工还是把味道放在那块肉里面。但是当把这个主食材拿掉的时候呢，变成配菜，感受好奇妙哦。然后我需要做的是从各种五颜六色的蔬菜里面去添加它们的调味的时候，以它全头上面点台的，我就失去了重心。我黔驴技穷的时候，我看很多的书籍跟烹调有关的，然后到国内的餐厅去吃，然后后来我去国外，我去了维也纳，我去了奥地利，我去了法国，然后去，我对法国的香草料理很感兴趣，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去参观了，然后我也去实做了，对。大概去了几个月的时间。韩国鱼啊，经过一年几啊年转来以后，含到七家嘅客家嘅配件来做结合，就是把这个客家的传统食材、传统料理来结合做食材的东西，这个也算是蛮特别的。您当初怎么会想说，老食材的东西，同样客家嘅东西来做结合？是，客家菜的菜系是属于粤菜的一种，然后它的烹调就是属于比较浓郁的口味，然后使用比较多的炉具是锅子，又油又咸又香，对不对？一般通俗的对客家菜的认知是这样子，蛮适合拿来做素食料理。在概念里面，素食料理被先入为主的认为它是比较清淡的，是那用客家的口味去添加它的一种比较丰富的口味，倒蛮适合下饭的。真的哦，所以其实唐贡呀，泰国含有用呀，做出菜的竹虫，因为泰家就地吼，他家人西本西草地度，青牛两个很多竹虫草公司，韩国客家草牛，亚的东西，要泰国都做得用几个精髓，韩国做出菜的料理，对不对？用你的创意去结合。一开始换菜单的时候，原先的老顾客是因为怀念原来的那种口味，回来店里用金果先生的菜单是，他们要找姜丝炒大肠，对，然后店里没有这道料理，是，那后来店里就换了一个做法，把杏鲍菇切成片状，然后穿烫变软之后呢，把它卷曲成圆珠状。然后用牙签去定型。因为吼，我用熊熊的，也就是熊熊的豆，因为杏鲍菇也很软软呢，你把它切片之后，然后给建起来，然后把它想办法做定型，可以了就会有竹虫的用，就像人家天丝鸡蛋糕做的宽的多的呀，胸片就会撩太枸杞做个窄的竹虫，对不对？是。哇，那客人有觉得很惊艳吗？可以了，乍看之下还真的蛮像的哎。是口感上是很雷同的。对，因为没切 QQ 的感觉。是。对。然后有吃素食的客人到店里看到还没有料理的外形也很像，吓到，就说不是吃素的吗？有没有竹虫？不过吼，今日节目当中吼，除了亚红食材的竹虫，不对，应该讲素肠了啦，应该按样讲，还有当到其他的食材的料理，好食的客家料理，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各位天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種樸實吼，佢係用板對呀本單係做當到碳五碳肉嘅料理，不過夏天熱心，因為自家嘅身體狀況轉變做菜嘅，韓國係做呀客家嘅素食料理呀，談起來是覺得是一件很衝突的事情啊！唔過吼，剛剛廖太狗同大家來分享，然後呀杏鮑菇
古诶做变做呀竹虫，看起来咩衣枪口感咩衣枪哦。不过唔单像呀竹虫做得来做菜嘅以外，呀客家嘅炒肉呀一定出名嘅呀这个客家料理客家炒肉，咩做得来变做菜嘅哦，用板炒啊。客家小炒是在客家菜里面很常见到的一道，很经典，是，对。然后我们的客家小炒就是做了一小部分食材的变动，就是把原来的猪皮的部分换成了蒟蒻啊，是，然后豆干是原来就有的食材，豆干没问题。然后我们用的像是芦笋，用芹菜，芹菜是很常用的，芹菜也是会用，然后我们用茭白笋，哦，是，所以是等于说用笨蛋客家炒肉，它的吃起来的口感是好，肥肉带一点软，瘦肉带一点口感。然后又有一点硬硬脆脆的感觉，然后还有豆干在这个软硬之间有这种不同的多变的口感。不过廖大哥，你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用粥按用很多变、很多层次、很不同的口感来做你的新式的客家炒肉。是。那在烹调的口味上呢，我们就像是用酱油、用黄豆豉，让它的口味上是。不过亚挑丝好像是传统的客家小炒比较没有用到的，对不对？传统是一般是没有在用。一般的客家小炒，它可能会用像是酱油来很简单的提香，用蒜头提香。因为基本单的那个猪油，不要猪油给时间，那个猪油已经提供了很大部分的香气。是，它以动物的那种口味作为它那道菜的一个口味上的一个表达。对，一般来讲，许多客家综艺吃到的客家炒肉上面都是满满的一层透明的油，还讲因为唔可以给你就吃太，我吃到隔天，然后再用暖锅暖锅上面那个油又更厚了一点点，全部就会煮油。但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恐怖，太油哎，所以换成蔬食版的，我们加了挑丝，也是天然发酵的这个食材，是去取代它本身食材提供的香气，我们给了它一种新的味道。是，对，给您哈对啊，新式的客家小炒有什么评价跟想法吗？口味上是两极化了。哦，两极化，你好老实哦。有绝对有绝对素食的，也有就是非肉不食的客人。对非肉不食的客人来说，一时间要改变他们对饮食的习惯上，他们有一点时间要适应。对，不过就像我刚刚讲到嘅，客家料理有动到就係用豬油來調味，一開始就係豬油飆落去，還個再飆呀油蔥、蒜誒、蔥誒、薑麻、辣椒全部飆落去飆啊！所以豬油對客家料理來講算是很核心的一個靈魂。但是你讓它貴州仔了以後，你把豬油這個東西拿掉了。我都很難想象到底要用什麼東西來提供要的仔業料理米稀，要給它這個味道，在菜的湯汁裡，在菜的本身，都你好像都做一滴度，還可以感受到它核心的裡面的味道，要怎麼做？可能豬油是在早期的農村社會裡面，在飲食習慣裡面認知是因為大量的勞動需要吃比較鹹，對，吃比較油，那是比較飽和的脂肪，有足夠的體力可以來。對。但是隨着對健康的認知，那豬油太高的膽固醇反而對身體的健康不是那麼樣的適合。所以豬油慢慢的就被現在主流的飲食的習慣被替換下來。大家已經懂習慣用呀橄欖油，或者是其他芥花油、植物油的部分。像是冷壓的橄欖油啦，或者是一些苦茶油，一些比較健康的油。對，對這種高膽固醇的油的攝取，有在減少了。是。所以那店裡是很長時間來都沒有在用這個產品了。所以香氣的來源應該有別的方法來提供要的菜色香氣吧？店裡的菜的香氣呢，過去
我比较长的时间停留在这个部分，不晓得该怎么去表达它的重点。因为过去在用猪油那个年代，当转换过来用素食料理的时候呢，当少了这个主角的香气之后，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每一道不同素食菜的那种香气。但随着我对素食烹调的时间慢慢的拉长，我有点经验了，就是我可以单独的把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气味在不同的每一道菜里面。所以慢慢的有提供不同的香气，不某用给料理，它适合什么香气，你就配合它的食材，给它适合的香气。是。然后那个想法的连接不再从像是猪油可以烹调，然后牛排有一个味道，但是那个想法就会从素食材料里面衍生，像是菜脯，它也可以成为某一个青菜的香气，它跟比方是跟姜末稍微爆香之后，那它就会是一个独立的香气，比方它就是做成一个独立的香气。然后黑豆豉它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香气，又是一道菜。那或者是福菜福菜可以跟笋在一块，大家很耳熟能详的福菜焖笋，它也是一个菜，就是从素食的材料里面，找出一个香气适合跟它搭配的那个食材，它就会独立成一个菜。我觉得廖太狗地大家弄进底度有一个风味的字典，你可以自行搭配，有没有？你可以脑袋里面可以搜寻，我想到马该色彩，你做的批哈马该米西，他们就是连结的，是好吃的，是和谐的这个味道。其实这个对做料理给人来讲，是懂重要的事情。不过吼，今日节目当中讲的暗道有没有？大家听说懂上的些东西，啥了来些东西，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廖太枸杞七嘎说的泡菜。而且讲到泡菜吼，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讲泡菜有很多种类啊，韩国泡菜、黄金泡菜、台式泡菜，各种泡菜、腌菜很多种。今日节目当中，共生农民啦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有按到做无香用嘅泡菜呀，还用无香用嘅抢菜来做嘅，真的有乜嘅无香用呢？我们是不是请廖大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非常多种蔬菜料理都可以拿来做泡菜。每一种不同的蔬菜，它做出来的口感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比较常见被做成泡菜的一些种类有像是高丽菜高丽菜比较常见会在臭豆腐里面，就臭豆腐一盘旁边会附台式的那一种，附一些台式的那种高丽菜，有一点红萝卜丝在上面。那或者是白菜也可以做成高丽菜，然后有时候在日本料理店看到红白萝卜，它也是。切薄薄的，然后一小碟的一些餐前菜。这些食材呢，就是当它的食材的成分里面的水被拿掉，然后再被做成一点微酸、微辣、微甜的菜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爽口的泡菜。对。然后各个不同的菜呢，它们吃起来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就像是可能高丽菜做的泡菜吃起来会比较更脆一点。因为本身那个菜的口感的原因。然后对，像是如果是萝卜的话呢，它就是比较软甜，是稍微的脆软甜。那白菜如果是选白菜的时候，能够选到纤维比较丰富的白菜，那它就会有比较饱和的一种嚼劲，就是三个菜都会有不同的一种口感。对，故说吼，可能电视机头前有啲嘅做泡菜嘅这个婆婆妈妈们，大家可能知吼，啊唔过吼，今日有请到专业嘅同大家来依次做分析。就像今日有带来嘅这个泡菜，你看到它嘅肉，它的这个菜叶的肉是很厚的。菜叶是很厚的，这个是用哪一种菜叶来做的？这个是山东的大白菜。山东大白菜做的，它有比较扎实的纤维在里面，所以它的口感比较浑厚。比较浑厚是，这看起来这个肉比较嚼劲的。很脆软。好大声，好脆哦。所以它不只是外面。很有味道，然后里面的那个菜吃起来脆脆的，然后很有分量的感觉，因为它东西会放一碗饭。那我刚刚吃到的这个是有蒜味的，
这个是什么口味的泡菜？这个是我们店里盐盐的口味，对。盐盐。是。盐盐很贵耶，怎么会以他的送到公2了用呀特别的盐盐？因为一般人可能我们就是买台盐1包15K 听听，但是盐盐那个价格跟我们一般买到的盐完全没用，怎么会想用盐盐来做泡菜？实际上盐盐我们已经大概在2年前停用了。这是在一开始我们做泡菜几种不同口味区隔的时候呢，我们有把它区隔成盐盐跟果醋还有原味的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我们知道盐盐的它在开采的过程中，它要炸山，然后就是去开采盐矿的这些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一个破坏。那就以盐的取得来讲说，它不像是海盐或者是湖盐来的那么样的自然。那后来我们就停用盐盐了，没有在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很好的特性，盐盐这个产品它很好的特性就是它会有一个回甘的口味，就是在吃完之后大概5秒10秒，它会一直保持着一个回甘的一个口味。那后来我们没有再用盐盐之后呢，我们也用了其他的方式把香气放在这个泡菜里面。然后我们改成会用井盐，井盐也会有雷同。井盐是降敌度吗？是那个井吗？是井盐。井里哦，好特别哦！我第一次听到井盐这个词哎。井盐的产地在中国的四川。四川它是一个内陆湖，然后可能经过很多年之后，它累积慢慢的，它是咸水湖，经过很多年之后，它慢慢的干燥之后，它再被抽取起来，然后再做成了井盐，它的矿物质含量也是很高。哇！所以不管是玫瑰盐或者是井盐，我们因为玫瑰盐是在开采的时候，它对自然生态是一种破坏，所以我们停用。那么两者之间，玫瑰盐或者是井盐，两者之间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都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矿物质是让盐能够回甘很主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原来是安呢，故事很看好，唐师傅讲就系无穷用哦，做了解都懂到。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當地片咯，實在嘅客家料理。剛才有說到呀，所謂用井鹽、用降低度嘅鹽做嘅泡菜很特別。唔過我剛才說到嘅是酸嘅嘅米是下重嘅，唔過其實人家都有另外一種口味，因為當到實在嘅嘢。嘿，連這個我們所謂的5星的香料都冇色嘅那種色彩嘅風色，鼓手也有提供就是沒有5星的這些食材的泡菜，對不對？是。純素的泡菜，我們是用水果的香氣去取代蒜的香氣，水果的香氣是它有一個比較清爽的水果氣味，味道比較酸甜，是好像有。我來猜猜看，我好像吃到鳳梨跟米西有嗎？有鳳梨嗎？有。哇，我好聰明哦！自己講。然後除了鳳梨之外，還有哪一些？像是我們用鳳梨、蘋果、葡萄，然後葡萄好特別。水果氣味比較濃的水果，把它醃製成醋之後，再用這些醋去做成泡菜。所以它會帶了一個比較清淡的那個果香，對，然後在入口之後，果酸，是，對，然後還有一點辣味，哦，好好吃哦，這個很特別，這個應該也很受歡迎吧？因為懂飲食仔就會覺得，可能真的連5星都沒有吃的這種5星素，會覺得少了很多味道，但是卻可以吃到這麼重口味的食材。對
蛮清爽的，就是因为它是水果口味，对，吃起来蛮清爽的，然后适合餐前菜这样子。啊，韩国廖太公妹有老鸭的有泡菜啊，做成创意料理哦。其实泡菜真的是料理的好朋友，对不对？它可以当做蛮广泛的使用了，可以炒饭啊、炒面，然后天冷的时候呢，可以煮火锅啊，这是现成汤底耶。是，店里就把它用来炒泡菜、板条。因为板条係新埔一定有名嘅板條，啊，唔過這種板條咩係用加豬油啊、加油蔥啊，所以做成泡菜板條。在我剛換菜單的時候啊，板條過去的料理就是像剛剛講這樣子，清湯加豬油。那後來我們把它泡菜跟板條做一起的料理，對，那泡菜它的微酸微辣跟板條自來米甜剛好很契合，很契合。原來按呢，看到相片嘅就是肚子就搖誒，就懂上嘅意思嚟，有冇？韓國又懂天空，按用食落去就唔會吃到負擔這麼重嘛，對不對？是。所以其實你看，你懂到傳統嘅客家料理，就做得按用來做改變。啊，唔過由於講客家料理嘅改變，最近喺我看到，做一講一下眼就會跌下來，下巴就要掉下來。為什麼按用講呢？就係可能太家鄉外，但沒有你下少看到按用嘅食材，佢按到鹽蔥，泰國人都講會了講莢蔥嘛，對不對？是莢蔥。就是金妹真給呢，我們講像打彈珠的那個鹽蟲，它是裡面黑薄嘛個東西，請大哥跟大家介紹一下。莢蔥枸杞係番薯粉然後豬肉，它吊水吊到有一個稠狀，對，然後把它充填在腸衣裡面，然後再用燙的方式把它燙熟。對，然後切盤的時間就會切一堆，就同樣同鹽蟲同那種圓一堆，然後比較厚一點點，不會像香腸切那麼薄。韓國筍後會有姜馬西，韓國還有那個一盤。每一家店不同的醬汁，有點像甜辣醬的那種醬，對不對？是。我頭擺有看過，不過我冇真嘅去食過，因為應該係新埔比較有的這個食材嘛，對不對？沒有地方小吃。對，地方小吃。這樣子的一個地方小吃鹽蟲，要做得拿來做菜耶。但是經過你廖太公嘅巧手之後，你也把它變成素的了。一開始的時候是客人要找回原來的飲食習慣，在我換菜單的時候，店裡沒有那麼多類似的菜可以讓客人點。對。那後來就把這個料理的方式呢，把主食材換掉，換上了五顏六色的蔬果的食材。我真的是太驚豔了，因為呀，你看給大家看這一面顏色很漂亮，看到這樣五顏六色的顏色呢，就肚子就搖哎，它比本來的莢蔥喊它色香味俱全的感覺，因為它看到好多顏色，好繽紛哦。像旁邊這個粉是哪一種粉做的？旁邊的粉還是地瓜粉哦，還是一樣地瓜粉。然後我們增加了各種不同顏色的食材，讓它的營養也更均衡一點。而且它有那個有一點像滷味的香氣的感覺。是。用生唔出來係雜的呢，因為感覺還會有那個香料，所以香味真的很重要。在素食裡面，香味的層次感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讓這個菜肴吃起來不那麼空洞。對，就感覺有食慾這樣。是不是有吃到？我是不是有吃到八角的味道？哇哦，是嗎？是有其中的一個食材。這個吃貨不是當假的啦，因為吃到給八角給米西就會吃到很像在吃滷味。然後就不會覺得自己在吃素食。在滷味的香氣裡面，八角是八角啦、花椒啦、桂皮啦、白果啦、羅漢果，它有大概十來樣的一些藥材被熬成了滷汁。然後它可以增加食物層次上的香氣。
古早人还看到安永的料理，有没有觉得我变得更美了？还够喊卡孔天呢？是。对，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耶。老七家嘅客家嘅配件做安永嘅结合，不过唔难像安呢，真的是感受泰国是想法真的很多变。他连呀出豆腐没七家做，对不对？臭豆腐。臭豆腐倒没有，臭豆腐我们是从请厂商但是店里面也有这一个料理。臭豆腐的料理也是希望本食材嘅人客有含卡多某 Q 用嘅选择不一样的选择，对不对？是的。其实第一看到按豆料理，食到按豆料理以后，有一件事情啊，听说儿童太家来分享一下，廖太狗压哈吉黑没有嗅觉，你是失去嗅觉的状态的。对，大概在2003还是04年的时候吧，一直到现在。天司给条前压哈给你改，真的是觉得很吃惊，因为刚他 N 共都给这么多味道，廖大哥你都感受不到。是啊。但是感受不到的厨师，这个对厨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初你发现安永给意外是意外让你失去嗅觉吗？那个时候我还在做婚食，然后其实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让家里人知道，还是工作伙伴知道，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主厨没有失去了味觉，也有一点点在保护自己那种想法，就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藏起来这样子。所以在一开始做换菜单的时候，对我来讲说这个部分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对烹调的气味我只能够凭我过去的记忆去使用，在香气的部分，当然有一些我没有接触过的香气，我就不知从何下手。对啊。那后续怎么？比如说像安永，你边新的菜色，你安永会去吃米西呀的。我太太协助我很多，可能是一个补偿心态吧，所以我试着把不同的气味放在每一个菜里面。那到现在，店里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独立的气味，我想把这个部分做完整，因为可能是因为缺失吧，所以反而现在的菜在店里呈现菜单的每一道菜，它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气味。好难想象哦，然后用品唔到米西嘅情形，做按到后色嘅蔬食料理。那蔬食料理它最需要的就是味道，它最需要的就是风味。是。然后廖太狗用暗涌跟风色，用他自己的方式把风味给了这一些蔬食料理，做出按到某 Q 用给客家食材嘅料理。然后您现在的店里的店名就是以客家蔬食料理为主打嘛，对不对？对。那其实像现在这样子，第一客家中，有一间客家蔬食料理，对于菜天人来讲，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在行销上面或者是推广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在地区性来讲，新埔是一个比较自力更生的一个客家地区，然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生活的习惯，所以他们能够很照顾自己的饮食，并没有太多外食的习惯。那蔬食在新埔就是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这样子的转变是超过预期的。那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因为让我们的邻居啦，在地人会也注意到有这样子的饮食习惯，慢慢的被年轻人接受。因为比较多是农村的饮食习惯，所以可能会以比较重口味、比较大鱼大肉这样子的方式。那本菜题一类按用给风色做的本台感音色更多不一样的饮食习惯，但是也可以让我提给你，因为哈就像我一开始有讲到嘅，見到人好食材，我開始來食材，所以其實還蠻多外地人來捧場的吧。是。他对现在对輕食的概念，年輕人的接受度越來越高了。对，所以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來捧場了。有沒有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客人的回應？就像是前天吧，就是我前天大概到下午3點多，我準備要休息，我燒完最後一組客，我準備要休息了。
然后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却发现隔壁桌的客人站起来，他用很慎重的口气跟我说，他没有想过蔬食可以烹调的这么样的多样化，超过他的想象。然后他蛮激动的，他跟我说了3次谢谢你，然后他的慎重让我觉得有点意外。同时他还告诉我说，店里的料理让他印象深刻。所以，一道好吃的菜，都得本人呢心有很多的感触，很多的感动，甚至有很多的感谢，然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思。故时候，迄讲对安用嘅空间嘅认识，有兴趣嘅人分享大家去请料泰國，去吃吃看呐，家嘅料理哦。今日以什么料泰國同大家來分享，謝謝。謝謝。咩什麼天時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看下來認識法律嘅知識咯。